们来用华语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人家说你信什么？基督教是信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我们的告白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跟人家告白过感情啊？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怎么样？好，这一样，信仰告白就是说，我相信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所以他说我信上帝，这是怎样的上帝？他是父，怎样的父？我们称他是我天上的父，怎样父？全能的父。而这父是怎样？所有的创造天地的主啊，他是主人，是创造天地的主。还有我信什么？这叫圣父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信什么？我信圣子，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啊，他降在新约啊，他就讲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怎样？他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他是怎么样出生的？他虽然跟我们人一样从小婴儿，但是他是圣灵怎样？是承运的，好让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。然后长大以后，他只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上十字架为我们怎样救赎我们。所以怎样，在本丢比拉多那个时候，罗马的政府的这个总督手下受难，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然后呢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。我信这些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也要从那里怎样降临，怎样审判活人跟死人。我信什么？我信圣灵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为什么这么麻烦啊？你只要跟我讲一个名字上帝就好，这是上帝的属性，他就是因为他是超越这些的。所以我们说他是3位一体的神。传道讲过，虽然这不是很完全，但是我要说他是可以该让我们了解一下的，就是这一位上帝呢，他是就像水有不同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在一个温度下它是冰块，在一个温度下再热一点它会变什么？液体的水。然后再热一点它会变什么？水蒸气是吗？看不见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灵是我们看不到它，但是我们怎样真实可以领受到它的存在。像湿气太重，你真实领受到它的厉害，对吗？好，但是这不能完全讲3位一体的这个完全的属性呢，只是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而已。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呢，又有我们的比基督教更细的，只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。那这个信仰告白呢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。我们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和拯救。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，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他的受苦、钉十字架、死、复活，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，使我们与上帝复合。他的灵就是圣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赐能力，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他的救赎主，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。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，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且根植于本地，认同所有的住民，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。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，罪得赦免，以虔诚仁爱和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。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，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。因此，人有社会、政治及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且有追求真神的心。但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些恩赐，破坏人、万物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，
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，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，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，充满公义、平安与喜乐。阿们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那么我们的信仰呢？就可以说，请问那个影片有吗 ？OK， 谢谢。不是这个耶。是那个玛雅各101，我放在青年事工教育。年前哪有什么外科啊？但是那时候人怎样？台湾人汉医没有外科的，看到这样就以为是剖腹啊，剖人家的腹嘛。他刚刚讲是外科啊，所以就去告他。我想人就是因为人有时候无知啦，真的是无知。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外科的哈。那玛雅各他本来在国外，他能够当这个高级的这个医生，他怎么会来到台湾还被欺负只是因着他的信仰，他最好的信仰告白，告诉大家说：我就是基督徒，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，就是因为他能够信出来，虽然这么苦，他仍然愿意。刚刚传道讲，在一人之下，我宁愿选择成为众人之仆。就是基督徒真正的自由好，那我们下礼拜继续那我们今天101到这里。今天我们有这个升级礼拜来升级的活动不是礼拜了好。